當你發現原來喺某啲人眼中，你天生嘅性格竟然被歸類為一種缺陷嘅時候，嗰種感覺其實好怪，亦都好沉重。我哋成日會用好多年時間，試圖去填補真實嘅自己同人哋眼中理想嘅自己之間嗰個鴻溝。我哋將人哋對自己嘅不接納當成係一份自我檢討嘅清單，但你有冇諗過，你本身嘅樣子其實並唔係一個需要被解決嘅問題。就算人哋暫時睇唔到，其實你而家呢一刻已經好足夠。我留意到，人哋通常會透過自己嘅需求去睇其他人。如果你比較文靜，佢哋會話你缺乏自信；如果你比較熱情，佢哋又會話你唔夠穩重。但其實呢啲標籤反映嘅係佢哋嘅觀點，而唔係你嘅真實面貌。我發現，當有人喺你嘅本性入面睇到所謂嘅瑕疵時，通常只係因為佢哋唔識得點樣調教去你嗰個頻率。試下換個角度諗，其實你並無欠缺任何嘢。我哋自細被教導要將自己嘅自然狀態睇成係改良中嘅半製成品，就好似我哋只係一份仲未寫好嘅草稿咁。但一棵幼苗並唔係一棵失敗嘅橡樹，佢係一棵完美嘅幼苗。你正處於一個成長中嘅狀態，係，但同時你而家亦係一個完整嘅人。而家呢個你，並唔係為咗等一個更好嘅自己出現而存在嘅替代品。真正嘅自信，並唔係源於最終得到嗰啲誤解你嘅人去接納。自信係一種內心嘅肯定，知道你根本唔需要人哋嘅准許，都可以照住自己原本嘅方式去存在。你可以保留住你所有嘅小怪癖同特點，同時依然理直氣壯咁進入任何一個空間。你嘅任務並唔係去改變自己嚟配合人哋嘅幻象，而係去相信你自己嘅視野。如果你都試過要喺一個只係睇到你缺點嘅人面前，努力守護自己嘅價值，好歡迎你喺留言區分享返，你係點樣揾返嗰個最初嘅自己。